隨住發展局啟動紅磡站及周邊活化計劃，加上尖東海濱升級改造，紅磡正蛻變為東維港灣區規劃唔可缺少嘅一環。馬頭圍道作為新舊交融嘅核心地帶，將直接受惠於區域升值浪潮，前景無限。位於紅磡馬頭圍道47到49號寶怡大廈地下連獨立入口及1樓全層嘅觸目商鋪物業，正處於東九龍發展核心地帶，盡享政策紅利。本物業為區內極罕有嘅全層放盤，總面積約9314平方尺，不但止空間寬敞實用，更設有24小時獨立出入口，使用極具彈性，無論日夜皆能靈活營運。此外，物業配備3箱600M 電力，此次配置喺區內商鋪中極為罕見，特別適合用電需求高嘅大型商業項目，如教育中心、教會、電競場館或者健身中心等，進駐即可開展業務，無需額外投入大型電力升級。本物業地理位置優越，毗鄰多個住宅群，香港理工大學同埋香港都會大學，享有雙鐵路交匯之便，人流暢旺。配合市建局已啟動嘅庇利街社區重建新社區項目，區域消費力與商業結構將同步提升，未來發展潛力龐大。無論係追求穩定租金回報，或者係捕捉資產升值潛力，此超過9000尺、配備罕有電力同埋24小時獨立出入口嘅商鋪物業，實為市場上不可多得嘅優質投資選擇。業主開價極具誠意，折合尺價貼近6000蚊水平，仲平過同區寫字樓，目標明確，只求盡快成交。鋪契物業可以經營零售、餐飲、服務業，用途靈活度遠超寫字樓。今次以低於市價放售，絕對係難得撈底時機，用寫字樓嘅價錢買鋪位嘅未來。有興趣人士歡迎聯繫美聯工商鋪